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今天我们要以遇打岔的信心彼此勉励。Salika kama pulong anini pakai numita i tahajala ai a BT2 masih pakai kita。路加福音8章41到42节，48到50节。Luka follow Jepang 40 ilak jejai tangasa 40 ilaku dosa atau 40 ilaku follow tangasa 50 atau sir。有一个广会堂的名叫耶鲁，来匍匐在耶稣脚前，求耶稣到他家里，因他有一个独生女儿，约有12岁，快要死了。耶稣去的时候，众人拥挤他。耶稣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去吧。”还说话的时候，有人从广会堂的家里来说：“你的女儿死了，不要劳动夫子。”耶稣听见，就对他说：“不要怕，只要信，你的女儿就必得救。” Ilaku jejai a jitudungai itu kasaupuan a kakelisan ji Yelus hananai ira a taira a milaor hinoko sa jingla i kahayau ni yes mingitangi ji yesan a taira i luma ningra nauhani sakapatayan to kuya dosa kusafau no mehcaan a dengan a papahian a wawa ningra yutaira ji yes i Maca co ko finauran i taliok ningra saka sul sa ci yes i jingraan wawaau unano pasolin iso to kawas ko saka arah iso sanga ayen ko rakat iso a minukay han ningra yo pasual iho ci yes i ira ko tsay a tamrao to naniluma ay no jitutungay to ka saupuan a kakalitan a taira ci Yerusan a sumuar. Mapataya ito ko papahiyan a wawa iso. Akato pakalifutan ko singsi han ningra. Matingil ni Yes kunini a sual i. Sual sa ji Yerusan. Akakataraw ring upi. Nipiti to kawas ko nga ay ta mapaulip ko wawa iso han ningra. Look. Chapter 8, verses 41 to 42, and 48 to 50. And there came a man named Jairus, who was a ruler of the synagogue, and falling at Jesus' feet, he implored him to come to his house. For he had an only daughter, about 12 years of age, and she was dying. As Jesus went, the people pressed around him. And he said to her, "Daughter, your faith has made you well. Go in peace." While he was still speaking, someone from the ruler's house came and said, "Your daughter is dead. Do not trouble the teacher anymore." But Jesus, on hearing this, answered him, "Do not fear, only believe, and she will be well." 今天我们要一起透过路加福音第8章来思考一个主题：遇打岔中的信心。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最不缺的就是打岔。你原本计划好今天要把这件事做完，突然一个电话进来，你计划好今年要做什么安排，突然身体出状况，工作有变化，或是家里发生突发事件。每当打岔发生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反应往往是焦虑、烦躁，甚至觉得被干扰。我们的心里会想：主啊，我现在正在做很重要的事情，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发生这种事？但是今天这段经文要让我们看见一件非常宝贵的事，在我们眼中以为是打岔的意外，在神的手中往往不是打岔，而是神正在做另一件更重要的工作。故事一开始，
耶稣刚从外邦人的地方回来，群众都在等他。这时候有一个人冲出来，俯伏在耶稣脚前，他叫雅鲁，是当地的管柜堂者。在当时，这个职位很有社会地位，熟悉律法，也很受人尊重。但这样一位有头有脸的人，为什么会不顾尊严跪在耶稣面前？因为他的独生女儿12岁，快要死了。在死亡面前，雅鲁所有的地位、人脉和财产都失去了作用。他知道自己毫无办法。弟兄姐妹，真正的祷告往往就是从承认自己的无助开始。这个世界教导我们要坚强，要独立，要自己搞定一切。但来到神面前，我们可以诚实地说，主啊，我没有办法了，我需要你。信心不是假装自己很刚强，信心是承认我不能，但是神能。耶稣答应了雅鲁，要跟他一起回家。我想雅鲁当时心里一定松了一口气，满心期待着耶稣快点到他的家，医治他的女儿。就在雅鲁带着耶稣急忙赶路的时候，打岔发生了，路上挤满了人。突然有一个患了12年血漏的女人，偷偷从背后摸了耶稣的衣裳穗子。她这一摸，病立刻好了。如果事情到这里结束，耶稣继续往前走，那该多好。但耶稣却停了下来，还转过身问，摸我的是谁？想象一下雅鲁当时的心情，主啊，现在都什么时候了？我女儿快死了，你为什么要停下来找一个摸你的人？对雅鲁来说，这是一个极度残忍的打岔。但耶稣为什么要停下来呢？这个女人受苦了12年，花光了积蓄，病情反而更重。更糟的是，按照律法，血漏让她在宗教上被视为不洁，她不能与人接触，长期生活在孤单、羞耻与排斥之中。如果耶稣直接走掉，这个女人虽然身体得了医治，但她依然是个偷摸衣裳的病人，心里依然带着羞耻。耶稣停下来，不是要责备她，而是要当众恢复她的尊严。耶稣对她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去吧。这让我们看见耶稣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他不只是医治身体的医生，他更是整全牧养我们的牧者。他不只医治他的身体，他医治他心灵与身份，称呼他女儿。他也恢复他的社会关系，让他能平平安安地回到群体当中。耶稣永远不会因为赶时间而忽略一个需要被牧养的灵魂。对那个女人来说，这是最美好的时刻，但对雅鲁来说，最坏的消息却传来了。有人从雅鲁家里跑来说，你的女儿已经死了，不要劳动夫子了。雅鲁的心大概瞬间凉了半截，他可能在想，如果刚才耶稣没有停下来，如果没有那个打岔，我的女儿是不是就不会死了？就在雅鲁最绝望、最害怕的时候，耶稣听见了，立刻对他说了那一句经典的话，不要怕，只要信，你的女儿就必得救。弟兄姐妹，耶稣没有向雅鲁解释为什么刚才要停下来，也没有向他说明未来的具体步骤。耶稣只给了他这句话，因为耶稣要带领雅鲁的信心提升到一个全新的层次。之前雅鲁相信耶稣能医治生病的女儿，现在耶稣要雅鲁相信，即使面对死亡，耶稣依然掌权。我们祷告时，
常常只盯着我们想要的答案，病要好，问题要立刻解决。但耶稣往往借由打岔与等待，把我们的眼目从答案转向他自己。耶稣带他到了家门口，把所有哭嚎狂嚷的闲杂人等通通关在门外，只带了3个门徒和孩子的父母进去。因为信心需要正确的氛围。当你要跨越生命的风浪时，你必须学会关上有外界那些怀疑、不信、七嘴八舌的声音，把你和主单独关在一个空间里。有时好友2、3位同心合一的祷告，天父必垂听。后来耶稣进了耶鲁的家，面对众人的哭泣与嘲笑，耶稣拉着女孩的手说：“女儿，进来吧。”女孩的灵魂就回来了，她立刻起来。接着圣经记了一句非常温柔的话，耶稣吩咐给她东西吃。这再次展现了耶稣整全的牧养。他不只关心大能的神迹，关心灵魂的复活，他连一个12岁小女孩醒来，肚子饿不饿，有没有东西吃，这种生活小事都深深关心。弟兄姐妹，你今天的人生是否也正在经历某种打岔呢？也许是你安排好的计划被突发状况打乱，也许是你祷告许久的事情迟迟没有进展，甚至事情看起来变得越来越糟糕。今天这段经文提醒我们，不要急着抱怨打岔，那些打乱你时间表的人事物，或许正是神要你倾听、关心或学习操练忍耐的机会。学习整全的托付，我们的主关心我们的身体，也关心我们的心灵，关心我们的重大危机，也关心我们柴米油盐的日常。3，把眼目转向耶稣。当坏消息传来，当计划赶不上变化时，请记住耶稣对耶路说的那句话：不要怕，只要信。真正的信心不是相信事情一定会照着我们的期待发生，真正的信心是，即使事情超乎我的理解与预期，我依然相信耶稣与我同在，且他从不犯错。愿我们在每一次人生的打岔中，都能放下焦虑，重新抬头注视这位爱我们、牧养我们到底的主。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因为在你的手中没有任何一个意外是白白的，也没有任何一个打岔是毫无意义的。当我们的人生遭遇突发的困难、延迟或变故时，求你赐给我们像耶鲁一样的勇气，承认自己的无助，并紧紧抓住你。求你亲自对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说话，不要怕，只要信。让我们不只求问题被解决，更求在每一个过程中更深地认识你这位整全照顾我们、爱我们的牧者。求听我们的祷告，是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